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台湾棒球运动精神领袖高官郑基恩2月12日嘅暗部，因为表脑筋恶化过世呢，享寿90岁。归生年如屯野球有过慈美养分同关心嘅郑基恩，对日本数位接触棒球，1948年代表台湾空军棒球队去上海参加第7届全运会开始，里面带领屏东美火棒球队得到12届世界冠军，打响的美火一块能8天嘅招牌。一个铁血高官经过3届棒球世界冠军，国家省棒队教练用体上入去到职业队，系棒球成为台湾国球嘅体操者同见证人，以免成为唯一得到2等精神勋章最高成就嘅棒球员。除训练球员嘅养条，培育嘅万亿多人才，做人公民正态，还个系后备嘅典范。就用系屏东人嘅纪录片导演邱才人对去年8月咧，去郑基恩嘅老屋去比嘅退休生活，未翕到许多郑高官佢定正嘅那一面。今年嘅郑基恩纪念专辑，來帶大家分享一個球員同球迷新感度表演嘅高官。讲个对方跌呀，要在那跟跑步的时候，去看突然说哦，起赛了，起赛都当然唔去看，都看到好球一样的，唔准都打。你係教官鄭基恩招牌嘅朴少祥，李太相判，用途球場上除了係啱好嘅搭配，亦係鼓勵後戰，前切接前試踩嘅期待。加油！加油！一下安尼嘅等人同加油已經睇唔到，教官以前嘅野球故事要過一擺伴大家懷念。1922年，喺屏東內部出世嘅鄭基恩，是同日本時代報考航空學校，也同嘅時節佢接觸野球。然後日本人離開台灣，喺空軍培養佢保球場服務嘅鄭基恩，看到日本人留下當到野球器材，就好少考教野球嘅人衝下來打。他看日本人最會的了，就打敗仗輸嘅就好。我要變了改到日本人嘅冇一個東西冇帶過去，啊，他看來完全好不好？打球嘅哦，打一個先隊長，一個隊長是佢從一開始一個隊長是，越搞越切個越大，切個越尖，那龍隊就切個。無論投打走，鄭基恩野球方面嘅才華得到當時空軍嘅長官賞識，請佢正式成立空軍野球隊。對個時節開始，同野球結下當前嘅緣分。因為鄭基恩當時係用空軍教官嘅身份，轉任空軍副鋒野球隊總教練，所以有了教官呢個外號。已經受傷嘅吼，強迫欺負那按那個講嘅吼，當好人當龍隊罵，你啊，從下那個把那個切個這個節都冇意思啊，龍隊都要切個面，哦，還得去當這個應變啦，空軍總司令嘛貼筆走到海外呢。1979年，鄭基恩做屏東美火中學長小棒總教練。教球15年期間，先後帶領球隊得到12屆世界冠軍，也搞出當多棒壇球星。除了為美火打響南霸天嘅好名聲，更加為台灣透過這項得到野球王國嘅稱號。
使得新手每伙野球队郑继燕课界系认真训练，同时用全方位1对1嘅方式，请出大家请适合嘅手臂位数，改善球员嘅弱点。另外，佢嘅带兵结合就会纪律严条，艺术弄顺得精彩。也因为安尼，将使得创造每伙班业有安好嘅成绩。你睇學教人啊，從來唔講喺度自己奮鬥，絕對冇人看過啦。那都按那個很嚴格的這個，那大學的時候當然也要求得很嚴咯。前頭擺喺訓練美國棒球隊嘅時間，佢從來唔會遲到嘅，佢也不准球員遲到。佢該嚴謹，佢對自己要求，甚至對而家球員嘅要求，有一定的標準，他不容許有一點的瑕疵。你治軍嚴明呀，眾所皆知的嘛。除了帶出嚴格，鄭繼燕對野球嘅投入，更加是得講係全心全意，希望看到新人嘅中心態勢，弄模發土全場參加。在結婚的時間，在來結婚的時間，一路學習，甚至穿着球衣，媽媽就帶人洗澡去個喜宴會場，去個南灣，你匆匆忙忙地趕過來。對公司哈，我認為絕對不會讓老闆失望的人啦，所以他要認為說，一對嘢也工作。鄭繼燕為野球同我輩旁上旁下，自我嘅教育係教本本樣，希望要求新人抗疫愛意定熱，如果社會必須人品愛好。把該從事也教育嘅問題，人嘅行為教育，並唔係睇呀學術上嘅教育成績，而該從事呀人品嘅教育、人格嘅教育也該從事。台灣啊，咪都教正係點講？唔定睇老闆做乜嘅，唔定愛上到588，睇老闆睇付出，啊588也要。仰望人，唔得愛言行舉止，唔得愛唔可以破壞一樣嘅，唔可以有負面的影響，對他不要有負面的影響。1984年，鄭繼燕出任業餘時期嘅兄弟野球隊總教練，變做區士行體驗總教練。然後停取專業職棒時期嘅兄弟相隊做總教練，帶領兄弟相隊也因為帶出嚴條，有鐵血9條嘅名聲。尤其佢企圖3壘指投期，用2個手把掌撲手打暗號，唔單止上台，本對手又尊敬又驚，也變做佢嘅招牌動作。到2011年為止，鄭繼燕做兄弟相隊副領隊有20年研究，為台灣職棒貢獻當多，投出向界球3號碼67號，呢下各界希望留本入位，以成野球治理環境，為台灣棒壇青鋼教育人才嘅教官。以上野球治理環境，常常呈現淺厚嘅一面。嚴格操兵對球員要求嚴條，指揮調度同戰術嘅運用無言必得，規身人奉獻到球場上，佢嘅球員同球迷心感到遠遠嘅教官鄭繼燕。棒球教父過世呢，大家都感覺佢惋惜。我鄧正嘅鄭教官講，伊對人生是蠻意足嘅。下一段節目繼續來看鄭教官嘅棒球人生。